至少我可以一直思念的说完。原来我们一样，其实我们一样彷徨。你从春和剧团2020年大型音乐剧《旧旧欢喜鸳鸯楼》演出阵容包含艺底演员郎祖筠、郭子乾、歌手林俊杰等。剧情讲述现代地方创新议题，用家甲回忆的故事，带领观众感受音乐剧有笑有泪的感动。在舞台上，我们已经琢磨很多很多的意义。那当然，一个戏里面，如果就像他讲的，我们只是在讲拆迁啊，只是在讲鼓楼再造啊、社区重建啊，等等的，它会变得非常的枯燥。所以当然，在这个相思里面，主要的讲的是家，讲的是人，讲的是情。所以这里面有刘彩棠我演的角色跟他父亲之间的感情，因为单亲家庭，妈妈很早就不在了。有跟安德森从小是青梅竹马的邻居，然后两个人之间呢，就从小就产生了依赖的情愫。我是因为想家，所以我选了建筑。所以我后来成为一个国际知名的建筑师，是因为我一直想要盖一个真正我想回去的家，可是世界走了一圈，发现说只要没有彩棠，没有刘爸，不管那个房子盖得再华丽，都不是安德森真的想回去的家。除了演员阵容坚强，该剧剧本、歌曲创作、舞台灯光、服装造型等等，拢是金奖级的创作。从台中到桃园、台北、桃园，那一路都受到非常好的这个肯定。的票房肯定大家都非常的支持，非常的喜欢，所以呢，在年底的时候呢，在我们台南文化中心来这一档的这个岁末的演出啦，而且这个26号是圣诞的档期嘛，所以大家就一起到文化中心来跟我们郎姐还有我们这个俊逸弟弟要过圣诞节啊。旧旧欢喜鸳鸯楼12月26日将伫咧台南文化中心音乐厅演出2场，也因为是耶诞档期，川和剧团嘛结合早安美之城、玉珍斋、台塑生技、荣美荣兴饭店，准备了超过400份的奖品，要让观众看好剧、摕好礼。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